人民日系客人嘅重要信仰，新中人民节纪念230周年嚟，领导共领票下山提起论述。大帮音乐团当中心介绍嘅嚟，人民日互爱转播下搞染孙会推广活动，用人民日嘅故事嚟做题材，结合五感体验，为几点起嘅学生哥嚟认识人民精神老文化。通话卡通陪你客家节目嚟表演，还准备咗7-8點先了到，從感官嘅體驗，讓小朋友對客家文化嘅認識連點起來，加深幾多嘅記憶。新發嘅節目表演方式也當受到小朋友嘅歡迎。今年新組表演過小學校就從平常時講起，無理通都好，開始有嘅變化。不同為用到嘅樂器，大幫樂團一類提嘅條件，我確保等下唔會有乜嘅爭吵。時間一到，學生嘅溜溜小落來，全校475嘅學生嘅就快就忙等會有乜嘅好搞嘅事情。吃飽了沒？吃飽了。好來，你說。吃飽了。哇，標準答案送給你。好，來吃爆嘛？有沒有人聽過吃爆嘛這首歌？有的請舉手。你們會唱嗎？好，下一題，請問阿超團長唱了幾個咕嚕？簡單的行業教學，提等客家各位，為神法以下為天從氣氛就鬧熱漸漸。天從嘅演唱以外，還有通話好看，像天從也得聲音的也注意。哦，可是啊，我記得小時候的阿虎最喜歡來阿婆家了。整天問爸媽什麼時候可以轉移，去田裡面亂跑，去溪裡抓蝦，去吃阿婆做的菜包。出去玩的客家話怎麼說？後面那個戴眼鏡、夾髮夾穿黃色衣服的小朋友，大聲地告訴我，出去玩客家話怎麼說？好，我讀到你的唇語了，可以幫我傳給他嗎？來，謝謝你。對通話帶回到現場，再對現場有完整和傳唱各位，一條聲音呢就搞個個聽。等下有一句要跟我一起唱，好，唱很大聲的這個字吼，出去了了了了了了多山當，你們只要唱了就好，出去了，出去。了多山當，出去了了了了了了多海順。一喺大幫樂團移民日帶藝進步下，教研順利推廣活動，用移民嘅故事做題材，結合五感片音，好本指點輪值嘅學生嘅來認識移民嘅精神同文化。今年呢，在輪值區的部分啊，剛好是這個下山哦。下山區的部分，它橫跨的是竹東啊，還有瓊林，然後還有是竹北哦。所以我們在今年的一進校園哦，分別前進了4個小學，包含了東海國小、地毯國小、陸豐國小，還有瓊林國小。因為今年的個人民廟的個鋪圖，係輪到愛到瓊林下山了咗下去嘛，所以禮拜後禮拜課堂帶到禮瓊林國小，我想講係當有意義，因為講禮瓊林國小咪有一隻客家四腿，導師地個人民廟個開鋪個下，然後還有愛到自家地瓊林自家嘅拜拜個下，全部個四腿為出來咪係瓊林國小嘅學生嘅，所以對瓊林國小嘅學生來講，其實有參與到禮片嘅傳統的一個文化。哎，對了。還有我的秘密基地，大鬍子叔叔，走，我帶你去。
移民爷爷在眼中部下，提供态度是他嘅祖国阿父，回到乡下阿婆落下过後，聽移民也被帶動下，能體核實世界，一等好食的客家美食，最佳嘅移民起點，還有保有家人的數不勝移民也嘅故事，俾客家人我嘅元素加入重新的表演形態。這裡有一個蛇孔哎，我還藏了很多東西在這裡耶。呢下是下課對一年嘅神法，就當上分，就一年小朋友簽到一年教嘅東西，還有條拜師嘅東西，就呢下現下嘅小朋友全部是冇接觸嘅多，所以我係想我老愛做聲音嘅樣子。來讀得多嘅事情，變做一個故事，是有故事有現場冇見到，你頭擺嘅經驗，教嘅東西、識嘅東西，還有移民之你看得到、聽得到嘅神族，就全部落入去讀。現場聲音嘅環境，未確實真實，結合咁嘅健康元素，對選民歡迎。大家講到嘅文化創新吼，是想講當嘅當困難，冇是當嚴肅。不過用呢個方式啦，用睇圖小朋友哋嘅唱歌啊，然後又用嘅動畫嘅方式，俾小朋友去認識啊啲採體嘅中原祭嘅那個文化，我感覺講當好，因為呢個方式係呢個小朋友好喜歡嘅，佢哋咪做得好做得接受咁樣嘅方式。透过歌唱来学习语言，它是最快的一个方式。那我们这个地区80%都是客家人，那当然，打帮你进到学校来推广这个客家音乐的部分，对学校绝对是有帮助的。喜欢，因为很好玩。那有学到什么吗？有学到什么？可以跟我。客家语。所以你有学到哪一些词汇？就吃饱了没？然後還有出去玩，還有土地公。最重要嘅事情就係神氣好教，下一個來佢小朋友真有通練來去學習一年嘅客家話，希望一年對一年嘅客家話嘅傳承有想法，自家有自家角色來合作，係是想一年嘅下一代嘅小朋友，一年嘅客家話真係發傳。一場日本音樂表演，同客眾示範的記憶，變到眼到、看得到、識得到。安尼講演出傳統嘅移民文化傳承，為自然的、自然的就接受下來。安尼一定嘅相關調度未點下嘅文化學習。